娃就很嘛的，不让我嘛，就娃就还有啊，我娃了，那我就是你说的嘛，我天两天过嘛，要的，不然你先把这点铺了，要的，这个铺嘛，那我不不，这个娃都没娃，你忙不嘛？不嘛，我明天摆摊来。告诉你哦。这会儿吹进去都闷着的。不嘛，要先做。这个是茶叶啊，不吃了，咱的茶叶。要不断电那个人。哦，大的。